万正论英雄，起起落落当作英雄，历尽了沧桑，意志愈坚强。落魄免悲伤，小子啊，嘛会变英雄。有顶顶变化无常，有时屠杀的万心变红啊，风云再起，风云再起，男儿立志赌着一口气。啊，失败无算什么，啊，随时做好准备。我一定会风云再起，啊，风云再起，风云再起，男儿立志赌着一口气，啊，失败无算什么，啊，随时做好准备，我一定会风云再起。我一定会风云再起。那么在今天这个盛会中，特地邀请到国内前职棒球员打王赵世强来我们担任这场比赛的讲评。全国所有的球迷大家好，我是赵世强，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担任这场球的一个球评啊。是的，那么以您专业的角度来看，今天战神是不是有机会一举打破这个由洋将保持多年的这个单季全垒打纪录？那我个人对这个战神这个小老弟有100%的一个信心啊。那也请所有全国的观众朋友拭目以待，来看这个全垒打的一个记录啊。那当然本土球员，职棒球员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成绩，我相信是一个历史的一个画面啊，大家一起来观赏。是的，让我们拭目以待这场比赛。真的啊，找我哦，迄更衣室啦，便所，一世界吹透透，找无伊个人啦。真的，这个不是甲大家做伙坐游览车来球场，啊，哪有可能向用无去啦？我哪知？志强以前出手分起的啊，总之讲有啥物重要代志要先走，就莫甲我讲啊。志强，你敢袂出什么代志啊？天毛啊，你先莫紧张啊。啊，志强人用到球场，袂出什么代志。可能是哦，因为伊要破纪录压力上大，找一个所在冷静落来袂记个时间的。啊，即摆上重要的是哦，爱赶紧甲人找着。哥，你一定尽量拖时间，等我甲志强找回来哦。放心啦。喂，干内组，通知现场所有保全，即时甲球员休息室门口集合。是嘞，虽然球队是阮兜的，啊，不过应该哪做，才你做一个决定。刚才这个咱这边先讲，志强我是拍第4环的，唔免这么上场。为着要拖时间吼，咱一定要等人2好球了，拍好了无？有你呢，2好球3礼拜又再拍档，嘛袂慢啊。绝对袂使，2好3摆了后，袂使拍安档，嘛袂使有补赛，无论好球歹球拢拍好了无？一直拖到有3点为止。你慢慢来等拖志强等下拍第4环的。今仔日伊若失去这季破湖南纪录的最后机会，伊都要等命。林经理，就算讲甲规个球就变过来，恁拢要甲我找到志强，你即马大家分头去找。是。恁对我来。是。啥出来？郑信是咱全台湾的棒球英雄。今仔日啊，我叫你讲请伊来，是要带记者面参详一下代志。你要人对人遐尔啊赔，要不要经过人回家失礼去？郑振大，
是嘞，我毋是啥物大爱，我只是一个拍棒球的球员。有啥物过事请讲，我搁要赶落比赛。赞！践行就是践行，做人有够阿萨哩。安尼我就规甲你拓白。今仔日的赌盘，大家拢签出讲你会讲出互阮人破气咯。只要你若肯放水，莫讲互阮人，安尼我就当大跳。大家啊，有钱讲价赚，我包你红包啊，绝对嘛袂对你失礼。可惜，我绝对会互你失望。我毋知影今仔日我是毋是会当拍红人去，要毋过我绝对无可能继续新鲜的球场放水。健身比赛已经开始啊！你若无赶紧答应甲我配合，你若无法度参加比赛，恐惊啊会发生你想袂到的代志哦。你啊，一世人就无法度去讲球啊！哪个讲来啊？棒球是我的性命，就算我要死，我嘛绝对无可能放水。甲你讲，我是看你有气。今日若讲要做到，我看无起你啊！你是会死甲足歹看哦。魏志平，这老师是去到位啊？徐小姐，这是去你看台厝顶，为着安全，所有的门拢锁起来。多谢，咱去帮伊找啦。是。燕姐，咱两人自细汉在国里大汉，艰苦日子过甲惊，即摆做伙来到古堡集团食头路，目的就是想要变成金家的一份子，永远拢莫过亲像较早迄种苦日子啊。黄志强是你带金我做古堡集团驸马爷上大的阻碍，今日真侪人签。伊会破气咯，敢讲你配趁这个大好时机，甲伊除掉，然后才甲所有罪名拢撒互想要翻盘的做头。我确实有想过要安尼做，真可惜哦，我有律师的职业病，若是无把握用伊相关法律旁，我是绝对袂出手。我再讲。要除掉一个挡路的人，无一定要甲伊动手。我会找一个更较好的机会，借别人的手，一解，就让黄志强永远消失伫我面头前。我最后搁甲你讲，无想要做我的朋友，等于就是我的敌人。你啊！唔通叫伊讲你的球拍了好，大家拢叫你剑士，你就真正当作你是神。你要相信，因别着你必须神。这么多人欺负一个故意的球员，算什么英雄好汉？若讲江湖规矩啊，看着受分。杨过啊，若想要食一块大饼，家己嘛得亲看几娘重。较袂死到吞落呀，去加加死。我是好想的，咱毋知倒一角是。阮毋是倒一角是兄弟，嘛听无你讲的江湖规矩。啊，毋过阮真清楚，球场在比赛的时阵，有足侪警察甲保全人员，所以紧甲人放开。哪里啊当做啥？叫我放人就放人啊！下口的。该博一下感情。你是不是臭小？
两位冒险出去救我。厝外口朋友，你唔免遮客气。搁再讲，阮是你死忠的球迷，拄仔看到遐个人鬼鬼祟祟咧参详压你的计划，当然爱来甲你斗相共。连江，我一定请两位食饭，好好甲你说多谢。你紧落去破纪录，阮会伫咧看台替你加油。有代志等比赛结束，较慢慢仔讲，嘛袂伤办。多谢。无人是要安怎了好啊！我唔管啥物比赛啊啦，甘来做，你马上讲爸爸妈妈讲志强已经失踪啊！第二日马上报警找人。志强，你是走去倒位啦？我小金条，我知影我报警啊！歹势，伊人是走去倒。破纪录压力实在上大，我走去这边水冷静者，煞用袂记你时间，互你大家烦恼。志强，我真正唔知要怎讲，害警我为你遮尔紧张。对哇，等志强伊平安回来，你放心啊吼。金苗。这个幸运节你要挂好势，唔通退落来哦。这是我特别为你去救的哦。即摆咧比赛咧，你行跑啊，严紧落。你也早通等来。先生，志强伊是因为别人出我家己有分寸，你嘛因我驾驶有关，啊若较共我总该让你做啦。先生，歹势啦。拄着恁讲，我拢有听到。啊，阵阵先生烧你，遐一个苗子，我嘛爱记一个啊，点去准备一个，我叫阿老爸拍安打，等下你去破纪录，啊，看到的。哇，又是一个界外，阿鲁巴已经连续打出7个界外球，这老将缠斗的功力跟经验果然是非常厉害。阿老爸。你还要做啊？等你做啊，紧哦，紧！你讲啥？我就是无想要影响大家比赛心情，再唔敢甲大家讲，我互乌道爱看台顶。志强，你敢若甲我一个人讲，你就唔惊影响我比赛心情？谁叫你是我？这是一副全垒打王贝比鲁斯的招牌动作。他表示，在这一次的打击就要挥出全垒打，在台湾的棒球史上还是第一次有人这样做。对战神敢这样的宣誓啊，我相信他就是有100%的把握打出这支home run。单季的全垒打的记录，这是本土球
人最光荣的一刻。这真是台湾职棒史上最有历史意义的一刻，太令人感动了。那么，身为前职棒全垒打王，您感想怎么样？这让我想起麦克阿瑟有一句名言啊：“老兵不死，只是凋零啊。”那只要是大家同心，今仔会走去，我连那个联络要个别处嘛。这个好好的推广下去的话，我相信这一代一代里面会有更多的战神出现了。那这样台湾棒球运动，我相信在世界上会发光发热。杨队长，今日志强伊真正拍我红不烂记录呢，我真正足欢喜。失败！我讲死了，我都报不了。走，这个志强啊，当拍好我都记得吼，是咱送野球来强哦。是，等下吼，大家来庆祝。好。社長。あと。すいません。忠義さんからのライ。何田さん。中义啊，安怎？顺利无？拢已经遵照你的吩咐，完成来台湾头一件任务啊！你真清楚，带来要完成的任务，对组织非常的重要。现在落来说字，唔通报了新闻。更加袂用的，因为代表我去台湾，就目中无人。拄到捌的所在，我要诚心诚意向神拜请教在我。係。就照计划进行，我等你好消息。我一定的风云再起。风云再起，我一定的风云再起。各位，总裁来啊！真感谢各位亲爱贵宾来参加今日的战神之夜庆功宴。今麦就请大家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职棒个人单季全垒打的最新纪录保持人践行。校长，校长，这边请。
大，少爷来啊！吴上大，我是你的师婿，你唔通遮客气。你是伫咧彭志强的面头前搬的迄出戏，你表现了真水气。多谢少爷你的话，我知影少爷伫日本也真爱泡温泉，所以我才专工开一间温泉会馆，因暗暝生意拢总无做，专工就是要按来少爷你一个人。多谢。阮阿姐干还袂到。勇毅啊，你来这摆才到啦。勇毅啊，阿姐特别替你安排这阵美女，每一个身材拢是1:1的 model， 恁外头来看卖者，啊？阿姐，遮尔济外人是要安怎讲代志？讲你是外人无听到，要紧走。即马还是新星战神白金卡，第发卡的东西，搁赠送你一套限量发行的战神运动套装哦。妈，今日是志强的庆功宴诶，啊你甲爸爸哪拢咧拍广告？讲紧啊！平常时哦，就算你开几落千万哦，嘛代表着遮尔啊好的广告效果。我甲恁爸爸，则无可能遐尔啊简单就放弃遮尔啊好的机会。你放心啦，只要咱集团有趁钱哦，我一定会分人利予志强。安尼毋够差不多。等一个阵型会亲身向每一位贵宾说多谢。啊，接下来时间咱就到现场的记者媒体来做采访。多谢大家。规台湾差不多拢认为国宝队一定会当摕到这届的总冠军，完成3连霸。所以，我这届来的任务是要像美国拉斯维加斯同款，开一个总输赢的盘。其他每一场比赛的小输赢我无兴趣，我干那博上尾啊倒一队会当摕到总冠军。不管全台湾有偌济人买国宝队拍赢，我总收。了后。咱才来控制比赛，互国宝队拍输总冠军，安尼咱就会用翻盘赚大钱。全台湾人性的组头，若规个拢总交我来啊，绝对10亿变过。若讲真是我都能去翻盘，这声真正冒死啊！用讲的是真好谈，做起来恐惊是无遐尼简单。若是真正无法当翻盘。咱的组织嘛会损失几了10亿，迄是死啦。所以咱这届的任务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咱分3方面同时进行。阿姐，你的任务是利用咱的精英电视台甲体周刊，将国宝队的赢面炒好愈悬愈好，愈侪人买国宝队拍赢，咱就赢愈侪。中意。我这个媒体大亨毋是做假。包伫我的身上。我上大个，你是南北二路化水的坚冻的安尼记，控制全台湾组头的代志就交予你。输赢咱总只，互因照行情趁科米上加分行。有遮好的条件，若是因阁唔肯配合，你就全权处理。来了，台湾全省这组头，谁若敢无我乌上的面子？袂明仔载随后无当见着太阳。只剩1礼拜的时间，比赛就要开始啊！恁两位士大爱赶紧将家己的任务完成。我之前已经甲国宝队迄位战士建立交情，刷落来要安怎控制伊，互国宝队拍输总冠军，迄就是我的责任。各位记者，阮两个兄弟。当初甲球团的头家金总裁，就是阮爸爸。有一个约束，叫总裁全力支持，互国宝队一个上好的环境拍球，完成3连霸，拍煞奥运了后，
我甲志强就要退休啊！阮要做伙到古堡集团准备接班。黄志强甲金庸的盘路，要进入国宝集团业务面，分明是要甲我抢金元做驸马爷。退休了后，我也是永远会记你生的价钱，一天野球人，一世人野球人。离开球队了后，我也是会继续为了推动台湾的棒球运动来打拼。我唔但会做国宝队上始终的支持者，阮上大的愿望，都是希望将来会当伫国宝球场创办一个青棒、青少棒、少棒三级综合的训练营，为了台湾棒球运动继续培养新的人才。真好真好，以后国宝集团就是你少年人的天下。哦，金庸啊，在这边之前，你的婚事要赶紧办办嘞。我甲你妈妈退休了后，有孙汤坡，这边才刚好伫厝打吹鼓。爸妈，恁做你放心啦，我甲是卖结婚了后，真紧哦，就红不让，袂互恁等伤久的啦。哎，志强，但你要安怎报答金华对你有恩情啊？什么恩情？啥个？这个幸运值哦，是金华千辛万苦替你求来的。啊，若无你廖准讲你这么好运，一球就拍红不让记录哦。紧讲哦，要安怎报答金华对你有恩情？紧讲啊！以身相许嘛，以身相许哦。虽然讲哦，大家拢是咧讲笑亏啦，啊，不过哦，阮金庸甲金元是同一天出世，上好哦，嘛当咧同一天结婚啦。志强啊，你查甫囡仔呢，那比阮金元搁较惊歹势。哎呦，啊，莫紧加油！囡仔啊，死狗哦，都要请你做一下爸妹人坐大位啊哦。会当坐大位，佫有红包好摕，安尼这变卖人出来，我嘛歹势歹势。安尼啦，志强，金元啦，等后小剑士若出现哦，我负责开拍野球。志强，我来讲哦，你袂当提阮小妹，你若提阮小妹，我是绝对袂放你耍。冰静，你若一个人秘在遮啉酒啊？若是总裁找你要安怎？你放心啦，总裁叫我好好招待人客，啉醉吼，就直接转去啦。哼，招待人客，我家己啉哦，都袂赴啊。我知影你是看到彭志强迄款唱秋的模样，你心肝内真袂爽快。啊，毋过这是暂时的，你想看卖啊？一个拍球的，免奈是你的对手。一口气，我就是吞袂落去啊！我知影，啊，毋过拜托你，较细声的。我是第一名毕业的明星律师，为着要追求金元，我委屈我家己，留伫国宝集团。除了拍野球以外，我到底有倒一点会输迄彭志强啊？现在大家拢嘛金元、彭志强两个扫帚队，两个总裁啊，胡你嘛共款。在遮啉酒醉真歹看，你若要啉，倒去厝啉，就算啉酒醉嘛无人会管你。有啥物话，等你明仔载较清醒的才搁讲。呀，我叫车送你转去。我快转去啊！等你好好做你未来景来马上回来，莫管我啦。心爱，你有安怎？无安怎啊？面前啉酒醉啊？大少爷，真歹势，拄则招呼人客的时阵，无注意，煞啉伤多。高明情啊！
你若是啉烧酒醉，你即摆就转去。多谢大少爷。金阳，咱紧招好人客啊！心爱，心爱，我一直咧找你，拄则看到你甲明静咧讲话，本来无想定会调了，毋过我看到伊咧起手笑，愈讲愈毋是款。若毋是我出面阻止，你可能应叫伊车无倒。那你拄则伊讲的话，你拢听到啊？心爱，我知影你甲明静是做伙在高里游大汉的，交情无共，所以明静啉烧酒醉，我会咧看到你面子上莫甲伊计较。啊，毋过志强甲金华是大家看好的一对，就好亲像咱两个同款，是爸爸妈妈公开认同的一对，所以我希望你会当找一个时间。好靠近面前，叫伊探查对金华死心。多谢你给我这个面子，我会照你意思，好好靠近面前。请问，敢是林氏？正是，这是你拍跑红不让记录的所在。我约你来这见面，特别有意义，希望无去耽误到你的证书。林姐，你千万唔通安尼讲，你打电话我，我真是真欢喜。你讲，真感谢你甲你的朋友出面替我解围。后来恁有代志先离开啊，我连甲你碎落下气拢无，我真是感觉真遗憾。今仔日，你一定要给我一个机会，请两位食饭，表达我对恁感谢。我已经讲过啊，出外靠朋友，以后会当见面食饭的机会佫真济。我最近拄到一寡困难，希望你会当甲我斗相共。林姐，只要我能力做会到，绝对无问题。我就知影无交唔到你这个朋友，其实这件代志对你来讲真简单。明仔载总冠军赛就要开战啊！你若是会当配合我放水输球，我有你的奖赏，绝对会互你真满意。我即摆总算了解。出外靠朋友这句话，你免讲我遮尔好听。原来你救我，就是为了要搞套交情阴谋诡计。你都是签到集团的抓头。哼，用什么方式交朋友并无重要，重要的是大家会当赚大钱，数目犹在你开。轻轻松松拍输球，阁会使赚一笔大钱，敢毋是真好咧？当然唔好。拍球，搁敢咱辛苦赚的每一分钱，都是清清白白。赚你这种垃圾钱，家己互我家己对不起家己良心。而且有警察抓到，唔但是人判刑。这世人，我永远无在棒球界徛起。今摆我尽量见过你。总冠军赛，你若是敢美鬼美怪，我一定报警你。我嘛慎重警告你，除非你这个战神的法律比死刑搁较悬。若无，你只有乖乖甲合作这条活路通行。我也是拍球大汉的，不是互人戏徛大汉。海哥，动手！好较紧的。会知影死神接近的感觉。嘿！我一定的风云再起，我一定风云再起，我一定的风云再起。我就唔相信一个人的原则，恐怕比家己的性命搁较重要。
安尼去，我说会使随时一千才会解决，就等你的命令啊。若我无动手，你都要行出球场啊！大家，把枪收起来。嘿。安尼去。大家，咱这个任务虽然无成功，啊，不过我有学到一件代志。 要对付一个唔惊死的人，动手是无路用的啦。啊，不过无要紧，只要伊是人，就一定有伊的弱点。我上大爱，即马就甲礼物送过。 无啥无水啦。我惊吵着你妈妈啦，这是球团送来的礼物，要互你妈妈的。多谢。志强啊，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这样赶紧叫大家来。死情，但是像假霸上伊滚这款的耍笑。之前我已经互人开枪警告过，因绝对不是咧滚耍笑。对方是要用钱买收我，爱我伫咧总管军赛放水，我唔肯答应，因就用这种手段来威胁我。要唔我绝对无可能向恶势力点头。阮大拢会支持你啦，无咱赶紧报警，把遐个歹人拢抓起来啊！对方身份真神秘，无留任何的线索，就算讲报警，我嘛唔知应该请警方去倒位抓人。就算讲抓袂到歹人，至少警方嘛会派人来保护你甲阿姆安全啊。志强，你感觉有啥物顾虑？报警了后，一定真紧向媒体报道出来。我嘛知影以后，一定对我真烦恼。两队球员比赛心情一定受到真大的影响。我甲金庸若是伫咧这种情形下完成3年8了后退休，我想阮两个人这世人拢感觉真危害。志强，你有你的顾虑，啊，不过对方硬向你开枪，即马送这假炸弹来威胁你，事态严重。我看咱会赶紧向总裁甲夫人报告这件代志，还做最后的裁决。这边哪会呢啦？头阮爸甲阮妈嘛是生意人上惊这款的代志，因若知影后，一定会马上报警。不得已的时阵，甚至会主动抗议比赛。那呢，我甲志强这尔侪年，要完成3年8的机会唔大无啊。只要即马看起来哦，对方可能是一寡要潜逃的小流氓，咱无需要这尔惊伊啦。咱哦，爱加派一寡保全人员来保护志强甲伊妈的安全，应该就无啥物问题。我伫想啊，一切等到总管局再拍煞了后，咱才会报警嘛袂歹啦。我嘛是这个意思。院长，公司的保全是你伫咧负责，我已经派经验上好的保全人员，24小时保护志强甲伊妈的安全，一定要做到真详细。还佫有另外派人线索，一定要交予警方处理。是，为了保险起见，我认为嘛需要同时加强教练团甲其他球员的保全，以免会对因下毒手。无论出专业就是无同款，顾虑真周全，交你来做主。是。民警，麻烦你甲遐个保全交代一下，千万唔通我妈知影到底发生什么代志。这是你一片的好心，我了解。多谢。我上大爱，3更半暝叫人从来遮，
还是要创啥？莫学白相，这几年来，我甲你买股保队的情报，恁趁袂少钱，外面买条搁较大条，恁趁。我先介绍阮少年头家解释噻，咱算该是家己的人，就对我叫少爷对。少爷，时间真迫，我就直接讲明我的意思。彭志强互人开枪威胁，甲收到假炸弹，拢是我叫人做。即马我爱恁两个做内线，甲我配合，控制彭志强，互伊伫球场会乖乖仔听我的命令，放水输球。我即摆的输赢是几十亿，恁若是甲我配合，会当分到的红包比恁一年的薪水搁较侪。若是唔肯，若钱趁袂着，就连恁卖球队的情报，互签赌集团的消息，嘛真紧就会传开。少爷，你误会啊！咱钱哪有人来嫌少的？只是讲彭志强个性比石头搁较硬，款是烦恼无法度完成你交办的任务，安尼就真歹势啊！这你放心，我拢已经计划好啊。若是做袂到的代志，我嘛袂叫恁去做。是毋是要合作？一句话。好，既然少爷拢计划好啊，那呢阮一定全力配合。是啦，少爷，按阮怎做，请你放心。真好，坐落来参详。妈，你有食饱无？来啦，有抓果汁。饱啦，啉袂落啊啦。倒倒眠床顶啊，无啥叮当，食伤济毋好啦。来，吃只水。哦。妈，但是咧，我着要去球场练球，准备比赛啊。我有甲护士交代啦，莫互别人来搅了你。你甲精神养好，就准备看我现场的转播。无喏，我安尼想安哪会对？啊，逐摆你若咧拍总冠军的时阵哦，我拢有去现场啊，去看球赛，我甲你加油啊！啊，怎么即摆要拍3连霸，我搁较爱去啊！我对你来看，哦。妈，啊你若又搁变卦啦？医生有交代呢，你是袂当伤忝哦。啊，这球场内面哦，遐济人，佫遐吵，还佫有流行性感冒啦，你莫去。哪会要紧啦？啊，我煞袂晓甲护士小姐讨一个口罩，我安尼挂咧就好啊，别烦恼啦。啊，你即摆雄雄要去哦，我根本就无做安排嘛。我是惊到时阵哦，我烦恼你的身体就袂赴啊，根本就无心情好好比赛啦。我较免讲要听你的话，加拍几支啊 home run， 我当阮头家。好啦好啦，我留下遮吼看电视转播啦，吼。哎，啊你较拼咧哦，你毋通妈妈闹开呢。你等下看恁后生哦，讲 home run 就好啊，啊是毋通困去哦。我在遮甲你加油。对了，妈，啊若是有无熟悉的人来看你吼，要紧致电话叫护士小姐过来。袂啦，哪有人会来搅了我这蚵仔送？袂啦袂啦。这真歹讲咧，比如讲我的球迷，伊就真有可能走来病院看你啊。我是惊因受过疫情啊，失去理智，啊为着要预防万一哦。规日若是有无熟悉的人来哦，你就试电话就对啊啦。好啦好啦，你今仔是安怎啦？你煞比我较杂念哈？啊，是毋是为着要拍3连霸的代志，你咧紧张是无啦3连霸哦，是我拍职棒以来的梦想啊。讲无烦恼是骗人。放心啦，妈妈吼，从少年看恁爸爸看棒球哦，我安尼看几60年啊，我等于是球迷兼专家呢。恁高保队的吼上有实力啊，你莫紧张，你好好拍就好啊，哦。啊，你放心，我一定为你也甲爸爸摕到3连霸。好，我妈妈安全，就拜托你。
7战4胜制的职棒总冠军赛即将开打，各方都看好卫冕的古堡队渴望是直落4打败来挑战的风马队，拿下难得的3连霸。那么目前古堡队的选手都已经上场热身，这场精彩的比赛也马上就要开始。我一定会风云再起，我一定会风云。我一定会风云再起，我一定会风云再起。挥棒落空，风马队的第2棒也遭到了3振出局。敢有啥物状况？无啥物状况啦，小妹仔对2人出局，一切正常啊。你大小姐，即摆无可疑的经验，一切正常啊。我若是夜青歹人，你早就已经无命啦。你的责任是保护战神安全，你甲我较认真的啦，不准做任何差错。是。也阁有啦，谢绝所有媒体采访。是。啊，毋过金贵，卡厝内底是着媒体，因对咱做出负面的报道，安尼就唔好啊。所以我无法度讲较济啊啦。媒体这方面，就要靠你这公关经理去安排。明静，保全这方面你就要较费心。我要去贵宾室陪总裁甲慧玲看比赛，若是有发生任何的状况，你才来通知我。是。阿鲁巴也挥出安打攻占上1垒，同时把1垒上的队友邱明来送上3垒。现在一出局的情况下，1、3垒有跑者，又轮到了第4棒战神的打击，对古堡队来说现在是绝佳的一个得分的机会。战神，你是谁来甲你加油啊？你看嘛！志强，妈妈伫遮咧，志强啊！有这样严的保全，妈妈哪会落伫细林的手头？我要安怎通知阮的人去救阮妈妈呢？警官，去看遐，去救阮妈妈。志强是咧甲啥下手？爸，志强伊是咧甲球迷拍招呼啦。因一定有不少人伫暗中监视我，敢我为了妈妈安全，我敢若会当配合因放出这条路。我走。这出局尔，我若是把球讲出去，3垒的球面真有可能走倒来得分。细林的却也对妈妈不利，只有3胜上保险，我就会当赶紧落去救妈妈。现在战神非常慎重的重新回到打击区，而且看起来是准备要继续挥大棒。但是风马队的捕手现在站起来准备接球，看起来是要用一个故意4坏球的保送。风马队根本不想让战神打，要了保送战神来跟下一棒对决。保送上来，我都袂当落去救妈妈。伊若是甲妈妈押走去，就算我想要救，嘛唔知要去倒位找伊啦。红不让！哎，我志强，我这想要有听我的话，讲红不让！哎呦，搞我！
这边究竟是发生什么代志？志强讲到有进前，打着本垒板，严重妨害手臂，防判出局。爸妈，我今日代志问好清楚了后，再来甲恁讲啦。正是，你要去哪位？我们来救妈妈，下来！你妈妈人在病，我有足多人该保护，真安全。我妈妈上路遐，派人下来下，你说一点拢唔知，下回。你较冷静的，阮是方面来保护你安全，袂使死较惨。你妈妈的代志，阮会马上调查清楚。你是毋是误会阮啊？靠马鬼，我们来救我妈妈！呀！你来上车，开马鬼！创啥啦？这个是发生什么代志啦？破啦破啦！我拄则接到病院保全的回报，因讲志强的妈妈一个检警人性，叫假护理人员偷带走啦。康明正啊，我一再交代你啊投降保全，啥个人母讲啊无去啊？是我失职，我已经派人去找啊。免找啊，遐歹人早就甲我妈妈压去楼顶过明先威胁我，所以拄则我才打本垒板拍球，互人拍出去。我即马都要来救我妈妈。志强，你别去啦！若无你妈妈有危险。你讲我妈妈有危险，是啥物意思？志强，照你拄则所讲的情形，暗暝已经叫遐歹人控制了。去救人的时阵，遐歹人一定用暗做人质。时到2米起冲突，受伤的绝对是暗。咁我即马，我干那会当目睭紧紧看遐歹人甲我妈妈压走，我说啥物都无得做。志强，为了暗的安全，你一定要保持冷静，绝对袂当冲动。那恁大家紧想一个办法去救阿姆吗？我是有一个想法，啊，毋过这恐惊付出的代价伤大。我较大的代价，只要阿姆会当平安倒转来就好。你较紧讲啦。我认为即摆一切拢要以阿姆安全为优先。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咱只有按照遐歹人的要求，放水除掉总款款。为了救我妈妈，啥物代志我拢愿意做。事后任何责任，我嘛不愿意一个人承担。也不过我袂当拖入球队，甲球队所有的人，甲大家打拼遐济年，特别摕到3连霸，用放水的方式祝福别人。啊，毋过即摆阿姆人落在歹人的手头，随时都有性命危险。刚刚练习，毋过阿姆会死活。我认为阿姆会当平安倒转来，迄是上解要紧的。其他我嘛无法度管遐多啊。我是领队，应该由我来做最后决定。就让志强去配合歹人的要求放水。就算讲是输掉这届总冠军，伊也嘛是还有机会当拼转来啊。若是失去阿姆，迄就永远无机会啊。啊，毋过咱还是袂当向歹人附和，牺牲全队打拼的成绩，这是做人做事原则。哥，我拜托你老鬼小转一下好无？原则是死的，人是我的。刚刚你的原则会比阿姆的性命搁较重要。志强啊，听话讲的真有道理。拄则我差点仔咧犯下我都弥补的错误。就算讲是4连胜、5连胜，嘛比袂过阿姆的安全较重要。等一下我下场投球的时阵，我会完全配合你放水，赶紧输水，阿姆平安倒转来较要紧。有啥物责任，咱兄弟做伙来承担。金明，多谢你。就我参照你讲，谁叫你是我兄弟。我一定的同阮在一起，我一定同阮在一起，我一定的同阮在一起。有啥物责任，咱兄弟做伙来承担。金明，多谢你。就我参照你讲，谁叫你是我兄弟。既然即摆安尼决定啊，咱讲派一个会晓谈判的人，去甲对方讲条件，互对方知影咱愿意配合放水的心意。上好会当要求对方马上帮阿姆倒转来。
我是律师，谈判是我的专长。这个保全方面的失职，我嘛有袂当推卸的责任。就算讲要拼我这条命，我嘛愿意去甲对方谈条件，将功赎罪。江明清，你千万莫搁处理关于差错。大少爷，请你放心，这届我若是搁办袂好势，我嘛无迄个面子，搁继续做落。明姐，阮妈妈伫咧上尾一间贵宾社，我看我是缀你来，安尼比较较妥当。这个，哎呦，哇，出来开 party 哦，哪一个人？哎，换咱死活啦！较紧的，啊若无，现在哦会骂人啦，哈，紧来。志强，假使你若是无要对方的意思，放水需求，对方若是生气，就算讲哦，我搁较甲我谈判，嘛无法度甲他们救回来。明姐，阮妈妈拜托你。这间遮大间，啊，互恁去通找，安那拢无别人啊？这间贵宾社是正行特别交代阮有你一个人安排，正行对你是真友好。阮志强哦，实在是真大心，代志拢安尼安排甲好势吼，才互我来。废话莫讲遐济，恁只有乖乖听我命令，这条路通行。明姐，明姐，你有要紧吗？要快点。你哪会来？志强的妈妈去关伫内面，咱莫甲因伤遮紧，若惹着因生气吼，迄就害啊！我拄则人是要提醒，还收信用，互我照顾暗，结果就叫因修理啊！我拢有看到啦，辛苦你了，咱等下再搁讲啊。阮志强哪会今仔安尼练一支迄毒也无冒出是安怎哈？人拢有手气无顺的时阵，一场比赛拍无好，无算啥。啥物啊？迄别人拍无好是无算啥啦。啊，毋过阮志强哦是风不浪轻呢。迄一场吼，若无讲一个风不浪哦，安尼算足失常啊啦，你知影无？唉，是讲吼，今仔嘛袂当怪伊啦。迄一定是第一局的时阵哦，迄个风不浪啊，捡迄个安排吼，乌白盘判一个怎啊水去啦，一定是安尼啦。这你毋捌吼，你毋捌无要紧，我解释互你听。这一个人开吼。好啊，歹都要看伊的开有顺无啦。啊，伊阮志强啊吼，就是叫迄个安排吼，安尼甲舞一个规个开拢乱了了啊啦。阿碧路，阿碧路，抗议抗议，阿碧路，阿碧路。你好了喙焦未？请用茶。哦，多谢。嘿，这安排吼，敢袂是去互对方的球队买手气哈？是去互跋歹叫左头买手去。少年人啊，啉水啉到安尼醉啊，你是知影？前面8局打完，这个结果真的是出人意料。卫冕的冠军队古堡队竟然和挑战的风马队打成0-0平手的局面。那么目前9局上半，面对风马队最后的一个进攻机会，古堡队当然是派出今年联盟的救援王金阳来上场投球。在，看你。金阳，stay。
好人拄着的啦，金龙袂我拍落球的啦。稳定啊 ！OK， 我一定的风云再起，我一定的风云再起，我一定的风云再起。兰山，咱金阳是毋是人无爽快？玉芬，不要紧啦，金阳这拄到换机器，要你调整。 这最后半局甲收起来，咱就当反败为胜。来注意，分区线部有一个不法的签到集团，要伫即摆职棒总冠军的比赛，新开一个比总输赢的赌盘，而且听讲，这全台湾的赌金拢总加起，至少会超过几啊十亿。 听讲是一个伫台北甲乌都有关系的金主总包起来，所以等下大家入去球场了后，若是有看到任何可疑的分子，才提出恁的证件，一定要甲这个人拢总抓倒去好好调查，找出迄个秘伫后壁的金主。是。我就是啊，是啊，我了解。连工啊，我这办一摊车，多谢你啊。三个，张督察即马拍电话来，叫人较注意咧，讲有贼头来遮要掠。哥，出来啦！ 小杨，我上来，这有几落贼呢？来这要掠左头，你还赶紧找机会离开。我知影。来个。李健，来开门。迄个敢是刑事局办案冲第一，电台招电视迄个赵监督。我唔对。 我是刑事所的组长赵监督，请把身份证件摕出来，我检查一下。啊，我临时对病院来遮看阮志强啊比赛，我要哪有载身份证啊？你是分夫人嘛？真想袂到会踮遐看到你本人呢。我甲阮遮的刑警吼，拢是正成小心地方的球迷。安尼哦，真多谢呢。啊，甲阮志强啊吼，遮爱护甲支持，多谢啦。来啦，对啦，夫人，我看你的行动敢若无啥物方便。 有需要我派几个人甲你斗相共无？免麻烦赵组长，阮是国保队的接待人员，正是有特别交代，爱阮好好照顾阿姆。有恁照顾就好啊。安尼，夫人，我就无邀了你看球赛。赵组长，顺行。哎呦，啊这金融啊，今仔是安怎啦？啊，若毋是去互拍出去，啊，就是补上。啊，我看到有影困去，有影，实在吼啊，哎。 实在是，夫人啊，你身体无好，唔通遐尼紧张啦。即马才输1分尔，后半局就有机会反败为胜的啦。哎，啊，你是有要紧无？哎，夫人敢有啥啥物急救的药啊？医生无交代。我是赵组长，之前妈妈在贵宾室身体无爽快，紧派救护车来。
我等下会叫警车在头前甲恁带路，紧送妇人去病院。赵组长，阮落去办公室，打电话通知病院甲公司的人，马上落去甲恁配合。好。赵队长，暗暝是安怎哦？林小姐，妇人哦，拄啊可能看比赛，看一个伤过紧张，啊身体就无爽快，我已经派救护车来啊啦。啊，不过还两个。金毛啦。你即摆感觉安怎？我无要紧啦，我这吼，我这骨镜头骨牙开款啦，这血糖骨降低啊，我来药啊食咧就好啊。药啊，我唔是有药啊伫你的车顶，啊你带我来食药啊就好啊。安尼吼，赵队长出无用的，咱莫麻烦人啊。你带我来食药啊啦，吼，你带我来吼。好啦好啦好啦。赵队长，那安尼暗暝带去食药就用啊啦，多谢你斗相共，无恁做演技无用啊。妇人若平安就好啦。啊救护车敢阁有需要？免啦，多谢啦。啊，我若药啊食落吼，啊再今我送我转来病院就好啦。多谢吼，多谢。袂啦，安尼阮先来去。妇人啊，你家己爱较保重呢。好，多谢吼，多谢。你的身体敢真正无问题？放心啦，我若无安尼小过一下吼，我要哪会当平安脱身？想袂到你的反应竟然这么好呢。志强吼惊我烦恼啦，伊嘛无甲我讲详细啊，伊敢再三甲我交代讲吼，若有看到无熟悉人，都要赶紧叫值班的护士。迄个假护士吼，带我去检验中心，无做啥物检查，就讲主任认为我的身体无问题，会当安心来球场看比赛。我一个欢喜到地吼，嘛无想济啊，就甲迄两个假的工作人员来遮。一到球场哦，因就先带我去甲阮志强挨写字，一路是对我真好啦。伊伫甲我看到因身躯有炸气，我毋才知影伊是歹人。好佳哉吼，是迄赵队长伊拄我来临检，我毋才有机会通我脱身。你的处境遐尼危险，你可以当保持甲遮尼冷静，还真正是无简单呢。也毋过早早赵队长伫的时阵，你若袂叫伊甲迄两个歹人拢抓起来。拄啊，我若一句话吼，因就走袂去啊啦。我若安尼做吼，冤仇就甲因结冻。因来保护我是无要紧的，若去伤害阮志强是要安怎？阮志强总袂用逐工拢蹛在厝，毋免出门，嘛毋免去参加比赛。金华啦，拜托你，为着阮志强安全吼，这件代志吼，就莫去报案啦，想事想，这件代志吼，就当作无发生啦，吼。我会照你的意思去做啦。那安尼，我先派人保护你转去病院。我要较紧赶紧通知阮哥哥，还有志强讲你已经平安无代志啊。安尼伊毋才当安心拍赢这场比赛。好，紧去。手气无，搁可能真危险。你先落，后一场我叫他特别做。先生，即摆这局面，偌啥物人拢真歹用。问题是我家己误错，我家己来解决，才这个我打算。我知影你真有这个时间，不过咱即摆输2分尔，万不你继续打闹，对方就要安怎？先生啦，搁安怎讲哦？我嘛是联盟的救援员，感觉你对我一点仔都无信心，连一届机会都唔肯予我。莫讲我拢无你机会啦。阿老爸，你是徛者，你上清楚金苗即摆情形。我你讲，伊即摆敢会使搁投降？基本上这个问题哦是真复杂啦。只有金苗伊家己哦，知影要安怎回答啦。志强，无人敢得罪头家囝，你是队长，你嘛跳出来讲一句公道话咧。我认为，要是继续金毛投落去。Q 出你，连你在咧冒险大体跟我作对，金明，我算到3，你马上搞落去。啊若无，
我就宣布这场比赛弃权认输。咱做伙国宝集团上班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对付金龙甲金元两个兄妹啊，然后要大力引导大门。即马最后一个愿望，就是毋能会当看到你娶某生囝。啊，若要结婚哦，两个人一定爱上爱。我你甲金元当作是家己亲兄妹同款，你甲大家拢误会啊啦。金元到底倒一针破你袂过？你讲啊！但是会当成功袂个失败，那你个为什么通过？无用打电话，现代的社会，爱情慢慢衰。有人接到是爱情限时批，有人接到是伤心的电话，好歹离婚哪会差这多？有言干杯，无用免道理。现代的社会。爱情慢慢衰，有钱的人永远是做头家，无钱的人永远是头咧咧。天公伯啊，这呢无公平，为情伤是天下第一戆，为情冲是世界第一勇，为情伤心伤肝无地讲，